对源头来当中，来做咱的时阵，圣灵的力量要互咱看得清楚，咱爱有较好的清晰，圣灵要互你请做伊启示完毕。伊的心意要彰显带来生命更新甲意义，夫妻甲平安，从无可能的事变成可能，互咱对主阿爸快乐甲真正礼敬万里。咱过一摆来念，请主耶稣。